咦，有點心車嘅，究竟係邊度嚟呢？我哋即刻去片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再次收睇點睇。今日我哋去飲早茶，去邊間？去龍珠酒樓。佢嘅地址係旺角彌敦道610號荷里活商業中心2樓 A&B 號鋪。交通方面，去到港鐵旺角站 E2出口，步行大約幾分鐘就到㗎啦。去點心大排檔睇下攞啲咩食先。佢有啲孖寶22個8兩籠，個價 OK 喎。另外仲有少少入單嘅嘢食。首先喺點心車叫咗個雞扎。由於呢類點心車或者大排檔嘅點心整好咗之後呢，可能已經放咗一陣，咁佢外面腐皮又比較硬咗少少啦。咁佢用雞中翼代替咗滑雞，魚肚又太迷你，咁就爭少少，味道就中規中矩。之後喺大排檔叫咗2個孖寶。首先第一個孖寶包括綠茶餅，佢賣相唔錯，面頭就滲咗好多芝麻，入面其實係芋頭嚟嘅，淡淡地，味道就中規中矩。同埋煎芋頭糕，雖然佢係擺喺個櫃入邊，可能因為煎好之後呢擺咗比較耐啊，佢已經凍咗。咁佢入邊有臘腸，就唔算話煎得好香脆嘅，味道就少少偏鹹，普普通通啦。而第二個孖寶係包括山竹牛肉，佢就牛肉比較細粒，都夠腍滑嘅，味道就正正常常。同埋合桃包，我比較少食合桃包啊，佢入邊係有真合桃喺度，就甜甜地，幾好食，呢個驚喜喎。之後再入單嗌咗2樣嘢，首先係鳳爪排骨飯，佢鳳爪同埋排骨份量係比較少，有少少微辣，鳳爪都算易離骨，排骨就唔算好肥，味道都可以嘅。最後嚟嘅係鹹肉粽，佢好巨型，豬肉都幾好食，最重要就係鹹蛋都好巨型，正喎。雖然好邪惡，但係佢又蒸得係比較腍，咁算係性價比高啦，因為呢個價錢咁巨型。龍珠酒樓嘅環境同埋服務態度都唔錯，食物質素中規中矩。早茶茶價每位12蚊，有收加一服務費。早茶食物價錢都唔算貴。今次段片就分享到呢度。鍾意拍片嘅朋友請記得 CLS， 即係 comment 俾留言俾 like 讚好同埋 share 分享出去，令到更多朋友得到資訊。如果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當有新片上架就會收到通知。多謝收看，下次再見。